再来看昨这场发生伫高雄三元能源电池工厂的火灾，总算伫今仔日早起8点的时阵拍花。目前这消防人员还搁伫现场咧抓水降温。这场火烧呢，毋但是烧出真侪这环境的问题，就连电风对电池工厂的安全嘛是有真侪疑虑的。这业者表示讲，有毒的气体是绝对袂排出来。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，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白读组的。 身为在地里长，一听完手上的水平，马上就表达不满的心声。里长这期，不管是进前的设厂，也是工厂的设备安全，甚至是这摆大火，三元公司拢有暗看。我为你们从头到尾都在攻北菜。你们昨天有那个记者访问我嘛？我说里面听说有储能厂，他们告诉我没有。结果这里面写什么？就是有储能厂嘛。我告诉你，都已经灰修卡层啊。 还这么说我们没有储能厂？这场大火烧出大家对环境和生命安全的担忧，包括经济部、环境部拢有派人来说明相关的监控结果，目前一切拢安全。日后针对救灾做法一个检讨，三元公司总经理也带领员工会实地，同时强调，无论是厂区设备和制品的安全性，也是火烧的相关救灾废水应变处理，拢有下标准。面对电影的这期，因会阁继续努力。燃烧之后，我们经过国外的几个认证单位，包含 NASA。 燃烧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铅氟酸，一点点都不会，我们连0.1 ppm 都不会。哦，我不太信任3元的了哈。这件事情我要求经济部园区管理局了哈，这个部分在2个礼拜内要给我一份，跟给所有的乡亲们一份公正的第三者做出来的专业报告。我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跟检讨整个后续的一些处理措施。三元电池厂的大火已经伫15早起8点拍花。 因为火场的温度有的所在也是伫40、50度，业者讲必须要降到室温25度以下才是安全的。因此，消防局目前也有53车、97人伫现场持续抓水监控当中。记者柯家族、柯兆阳、高雄仓报道。